再一次歡迎大家翻到嚟爆炸諗馬。咁喺節目開始之前啦，都希望各位可以 like 同埋 subscribe， 又或者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。如果有啲咩意見嘅，都喺下低留言俾我，等我可以越做越好。好，事不宜遲，即刻進入今日嘅主題。咁今集嘅內容咧，亦都會分翻為5個部分嘅。咁首先咧就會講下田泰安究竟點樣做到國際大使呢？然後就會講其中一個馬房嘅回顧同埋前瞻。咁今日咧就會講到貴福特馬房，然後再嚟咧就係一個血統嘅介紹，去到最後啦就會講下下期嘅預告。咁先講講佢啦，田泰安究竟點樣做到國際大使呢？咁原來咧就係田泰安咧喺上星期啦，就連同希威森一齊翻咗佢嘅家鄉毛里求斯嗰度咧，就睇賽馬比賽，而一齊咧拉頭馬嘅。咁當地嘅賽馬會咧就頒發咗呢個榮譽國際大使俾田泰安，以表揚佢咧代表毛里求斯嘅策騎成就啦。咁我個人認為咧，田泰安就非常之值得呢個獎項嘅，因為出自毛里求斯嘅騎師咧真係唔多，而能夠去外打拼啦，咁多年嚟到香港亦都有好成績嘅咧，亦都少之又少，所以我覺得佢係非常之值得呢個獎項嘅。加上啦咁多年嚟咧，我認為田泰安咧係啤酒園啊，即係快活谷近看台嗰邊最受歡迎嘅騎師嚟嘅，因為成日都話田泰安跑線一嘢就喺嗰度衝上嚟，嗰個震撼程度咧係大家都難以忘懷嘅。另外啦，我認為田泰安嘅笑容咧，可以話係咁多位騎師之中咧係最好嘅、最 nice 嘅。咁啊，希望佢喺8月30號啦個季前嘉年華嗰度咧，又可以化身呢個馬場寶特，再贏多呢一次嗰個跑步比賽啦。咁講完關於田泰安嘅新聞啦，就翻到嚟我哋下一個環節馬房回顧。咁今日會講到係貴福特馬房。咁貴福特馬房入邊咧，暫時就有69匹嘅賽駒，而佢上季咧係第一年嚟香港設倉嘅。咁佢嘅出馬數咧就唔多，係咁多個練馬師之中咧排第2少嘅。咁但係咧亦都有好好嘅成績喎，因為憑住退役嘅安宇啦，贏到佢首個嘅分級賽事啦。咁當時咧就係由田泰安策騎喺莎莎國際婦女銀袋日嗰日咧，就成功贏到一個3級賽嘅賽事嘅。咁如果要用一句説話去形容上一季嘅貴福特馬房咧，我就會話係貴精不貴多啦。咁剛才都提到啦，其實佢喺咁多個練馬師之中咧，出馬數係第2少噶嘛。咁但係咧，幾乎佢每4隻馬咧就有1隻可以入到前3名喎。咁而佢主攻嘅途程咧就係田草1,200米啦，同埋田草1,400米嘅。咁但係有一項數據咧就唔係幾好啦，就係田草1000咧，佢係一場頭馬都交唔到嘅。但係咧，佢呢個馬房咧處理一啲來頭馬咧，都比較急進嘅喎，因為喺季中咧，一共有26隻馬咧就轉到佢嘅倉入邊啦。咁有10隻咧喺轉倉初出都可以跑到前3名，就算第一場跑唔到咧，喺第2場咧都好快會交代到嘅。咁如果喺轉倉之後啦，頭3場都冇咩起色咧，佢呢個馬房咧多數都會選擇將隻馬咧係去退役嘅。咁講到喺用人嗰方面啦，基本上都唔使問阿貴㗎啦，基本上都係用田泰安㗎啦。因為其實兩人啦早有淵源嘅，喺田泰安嚟香港策騎之前咧，喺南非一直都同貴福特有合作開啦。咁而今季有28場頭馬入邊咧，有17場咧都係由田泰安交出嘅，係超過一半嘅。咁而另一位佢都係我同鄉嘅希威森咧，亦都幫佢交咗4場嘅頭馬。咁但係我覺得啦，呢個馬房其實下季咧都可以試下用多啲唔同嘅騎師啦，因為如果過度集中用某一個騎師咧，都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。咁今集咧我就做多少少，俾多項數據大家睇下啦，就係講關於贏馬賠率嘅分佈。咁以貴福特馬房嚟講咧，其實佢贏馬分佈咧主要都係集中喺15倍樓下嘅馬匹嗰度嘅，而超過15倍咧，成季咧就只有2隻，而其中一隻咧就係季尾嘅金牌活力，就51倍爆冷嘅。咁我哋可以睇到啦，佢最多嘅贏馬賠率咧就係介乎呢個5倍至9.9倍之間，而第二咧就係呢個10倍去到19.9倍之間。咁但係去到15倍樓上咧，基本上佢都係冇馬贏㗎啦。咁講到貴福特馬房啦，有2隻馬咧，我覺得都需要提一提嘅，分別係呢隻伶俐標區同埋另一隻堅先生。咁講到伶俐標區啦，呢隻馬真係今季嘅鐵馬嚟嘅。今季咧就幫呢個馬房啦贏咗3場頭馬啦，就包括2場嘅泥地1200同埋1場嘅谷草1000。咁成季一共出賽咗12場。係1場前4都冇甩過，真係鐵馬中嘅鐵馬，忠心又準成。佢成季啦就從低位反彈，由33分加到去60分，一共加足27分咁多。咁佢嘅跑法咧其實都比較主動嘅，多數都係放頭啦、跟前啦。咁以快活谷跑馬嚟講咧就好着數㗎啦。睇下呢一隻馬今季其中贏嘅一場比賽啊！
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凌離標區貼咗欄，仲有個零馬位優勢啊！上發財捱緊呢個第二位啊，中間馬前只追緊，咁啊再見到外邊搖搖日上追緊上嚟，埋變咗一隻猛將興，中檔位置起舞飛飛唔夠位啊！最後百零米，凌離標區最少贏4個馬位啊！後邊嘅馬前子呢就上嚟第二，中間上發財入邊呢仲有隻猛將興啊！咁其實睇翻呢條片啦，入到直路之後呢，呢隻馬都已經開始彈甩對手噶啦，仲越贏越遠添。田泰安亦都有時間望後邊，究竟睇下自己贏幾多。咁其他馬呢，基本上都邊層莫及，追都追唔到噶啦。睇完隻凌離標區啦，就輪到呢隻堅先生啦。咁呢隻3歲馬呢，今季呢就一出即勝啦。咁成季呢，就一共跑咗4場賽事，咁一共交咗3場嘅頭馬。咁佢4場呢都係跑田草1200米嘅，咁但係睇翻佢時間啦，就係越跑越快啊！咁相信啦，呢隻馬呢嚟緊下一季啦，都係為咗挑戰呢個經典一哩賽或者一啲4歲嘅系列賽嘅。咁而佢贏馬嘅距離呢，基本上都係尾燈都見我唔到嗰種啦。對於其他對手嚟講，咁根本上就係幻覺嚟嘅啫，嚇我唔到嘅。咁我哋又睇下佢究竟係點樣贏嘅。最後200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係香港仔喎，壓住咗埋邊堅先生比落去反應都相當好啊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郭千金啦，再攝內欄呢，再結出雷霆外邊嘅健康快車，最後100米到啦，換腳堅先生都拋甩嚟贏得啦，跑第2名係香港仔啊，第3名埋邊係結出雷霆，第4名出邊郭千金馬。咁我哋可以睇到片段入邊啦，直路初咧都以為隻香港仔咧可以對堅先生做到一啲威脅啦。咁其實之後田泰安打落去推落去之後咧，隻馬都已經彈甩㗎啦。去到換埋腳之後，基本上都係進一步拋離啦。咁田泰安亦都有時間收韁贏馬嘅。咁總括嚟講啦，對於呢個馬房咧，第一年嚟香港咧，其實成績都係合格有餘㗎啦。出馬唔多，但係贏馬都比好多馬房好㗎。咁啊，加上啦，佢對於一啲轉倉馬咧都比較急進啦，好快都可以轉倉之後咧就交到頭馬。另外佢又可以好好咁樣維持到馬匹嘅狀態啦。其實除咗頭先嗰隻凌離標區之外咧，圖片中嘅團結戰靈都係咁樣嘅。雖然咧佢贏得一場頭馬啦，但係其實都好少甩到前4，又或者輸好遠咁樣嘅。咁但係咧都係建議佢啦，呢個馬房可以用多少少唔同嘅騎師啦，因為如果田泰安停賽或者一個唔好彩真係受傷嘅話，咁就唔係幾好咯。咁啊，講完回顧啦，就講下呢個馬房嘅前瞻啦。咁呢個馬房咧，其實轉入嚟嘅馬咧就係冇嘅，咁轉走咧就有一堆啦。咁我哋就可以睇到藍雀爺、妙算強人咧就去咗徐月石度啦，咁歡樂老窩就去咗鄭俊偉度啦，而銳一咧就去咗新嘅練馬師金敏師度。咁兩隻星啊，奇異歡星同埋北斗福星咧都係去咗方家柏嗰度嘅。又嚟到呢個比較多觀眾咧都關注嘅環節啦，就係究竟呢個馬房有啲咩馬下季係值得留意嘅咧？咁今集咧就準備咗4隻俾大家。咁第一隻咧就係銀騰啦。呢隻馬咧上季季中咧就喺鄭俊偉馬房咧就過到嚟呢個貴福特馬房啦。咁就其後跑咗3場比賽啦。咁有2場咧都喺包尾嗰度咧如飛殺上咁樣跑上嚟嘅。咁但係咧都未能夠跑入位置。咁但係其實睇佢個走勢咧都非常之凌厲啦，好強啦。咁啊，其中喺季尾嗰場啦，田泰安就一路入到直路，左塞右塞都揾唔到位，去到最尾咧都姍姍來遲跑過第5。咁其實睇佢個追勢咧都好勁下㗎。咁相信下一季啦都值得留意嘅呢隻馬。咁加上啦，呢隻馬曾經都係一隻65分嘅插班馬啦，咁而家都跌到得返37分啦。咁其實個評分水位咧都有喺度嘅。咁唯一擔心嘅點咧就係呢隻馬嘅傷病史真係有啲多。咁啊，氣管多血啊、不良於行啊呢啲都有嘅。咁如果延續到上季季尾嗰種狀態，其實來季啦可以喺季初都當先鋒用㗎。咁第二隻咧就係講呢隻共建世界啦。咁呢隻世界就真係大把世界啦！上季咧一出即勝啦，就潘頓策騎，咁啊一出即勝呢個新馬賽啦，冇難都可以2跌放到底。咁其實如果潘頓揀得呢啲馬幫佢初出贏馬嘅話，呢隻馬個質素應該都唔會差得去邊㗎啦。來季咧成熟咗，更進一步㗎啦應該。而第3隻要介紹嘅咧就係呢隻威利金戰啦。咁呢隻威利金戰咧同樣地啦，都係喺季中來頭呢個貴福特馬房嘅。咁上一手咧就喺希斯嗰度訓練啦。咁而嚟到貴福特馬房之後咧，都跑咗3次。咁雖然咧就未交到頭馬，但係咧亦都未甩過前4。咁呢隻馬咧個場地性能咧就好廣泛嘅，佢甚至乎好似黏地咧都可以上名，係啦。咁加上咧佢又非常之忠心，又好肯追啦，所以我來季咧都幾睇好呢隻馬可以交到好嘅表現㗎。
咁而第4隻啦就係堅先生啦。咁呢隻馬其實都唔需要多講啦，懂的都懂啊，係咪？呢隻馬好明顯就係馬房想培育嘅震倉寶啦。咁睇翻佢頭先嘅贏馬表現啦，贏親都拋離咁樣贏，其實佢目標應該過100分都應該唔係好出奇㗎啦。咁對於呢個馬房嘅前瞻做翻個小總結啦。咁其實睇翻貴福特馬房啦，就有少少似上一季嘅廖康明馬房嘅。咁因為咧佢倉入邊啦都有好多嘅新力軍係未出賽啦，加上佢練馬嘅手法咧，亦都可以長期咁樣保持到呢啲馬匹嘅競爭性啊。對於一啲轉倉馬啦，亦都好快交代到啦，咁都俾到好多馬主嘅信心啦。咁啊，希望佢嚟緊呢一季咧就可以突破到佢上季做唔到嘅田草1000呢個萬滿路程啦。好啦，咁講完貴福特馬房啦，就輪到今日嘅血統介紹啦。咁今日會講呢隻高達，唔係動畫嗰隻，係配種嘅呢隻。今集講到嘅呢隻種馬高達咧，佢自己咧其實就唔係咁叻嘅啫。跑20場咧，只有4場頭馬可以交到，但係唔緊要啊，最緊要我老豆叻，我啲仔都叻就得㗎啦。正所謂跑得就不如生得，我個仔就叫做情深義重，就係另一隻好出色嘅種馬啦。咁另外佢爸爸咧，亦都係一隻著名嘅種馬叫丹山啦。而香港嘅子嗣咧，上屆咧就有君子，就喺沙田咧曾經爆過大冷嘅。咁來季啦，喺剛才提到嘅貴福特馬房咧，亦都有隻發啦，可以睇下㗎。講完血統介紹啦，咁我哋下期嘅預告就係佢啊，蔡約翰馬房啊，應該好多觀眾都想睇㗎啦。咁去到最尾啦，都希望大家可以 like 同埋 subscribe， 又或者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。如果有啲咩意見嘅，都可以喺下低留言俾我，等我可以越做越好。今集都有歌聽啊，我哋即刻去聽下。讓每課拍跳訓練，控制好腳口，修煉穩健，處理好傷患疑難，完全憑耐性捍衛馬室，難突破亦努力過，從未間斷過一切。懷念往日那越過終點那姿勢，要有氣勢震懾拒絕停滯，凌厲標區似插電仔，用太安質每次賽事，連場獎金也有意義。轉腳殺上替你切斷懸念，能力超不說過就過，勁爆堅先生，來季真給制讓你話事，連馬師爭標都可以。